出来及记第24章，立约的会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甲阿伦、纳达、阿比户以及以色列70个长老，着上来我遮，对远远的所在趴落去拜我。只有摩西通就近上主，其他的人毋通活来，人民嘛毋通甲你做伙上山。摩西落山，将上主所有的命令甲规例拢讲互人民听。人民做声应讲，上主讲的话，阮拢要遵趁。摩西将上主的话拢写起来。隔日透早，摩西伫山骹起一座祭坛，召以色列12支族，采12支石条。伊阁派以色列的少年人去献烧化祭，嘛献牛互上主做平安祭。摩西将血的一半倒伫盆里，另外一半朽伫坛顶。摩西阁摕立约的册读互人民听，人民应讲：上主讲的话，阮拢要遵趁。摩西将盆里的血朽伫人民的身上，讲：这就是立约的血，这个约是上主照伊的话甲恁建立的。摩西、阿伦、纳达、阿比户以及以色列70个长老拢上去山里，因看见以色列的上帝，伊的脚下亲像铺拿宝石，亲像天遐尼光亮透明。上帝无出手伤害以色列的领袖，因拢看见上帝，伫遐也食也啉。摩西伫西奈山。上主甲摩西讲：你上山来我遮，留踮遮，我要将我所写要教示人民的律法甲诫命的石板互你。摩西甲伊的助手约书亚就出发。摩西爬上上帝的山。摩西甲遐长老讲：恁踮遮等阮，听候阮倒转来。阿伦甲户珥有甲恁做伙。民众若有代志，通去找因。摩西上山，山有云看着，上主的阳光停伫西奈山，云压山落日久。第7日，上主对云中叫摩西。以色列人看见上主的阳光显现，亲像火伫山顶跌倒。摩西上山入云中。伊留伫山顶40暝40日，